续来讲，这个台中潭子的马铃薯年产量全台湾第5多。潭子区农会准备4000台斤的马铃薯，分送给潭子各学校，当作是营养午餐的配菜。一来推广着在地马铃薯，二来让学生了解到在地产业的文化。潭子农会总干事将一箱一箱马铃薯送去到各国中甲高中，为8间学校的营养午餐加菜。今年总共捐4000台斤，希望让囡仔为美食，感受在地农产的营养滋味，嘛会使落实食农教育。了解我们在地的农业，那也希望说小朋友能够学习感恩，让他们能够爱惜食物。潭子是全台湾马铃薯第5大的产区，栽种的面积有143公顷，年产量将近4000吨。因为今年气候的加持，品质比往年较好。也可以多元的来提供食用，我想对小孩子的健康是有帮助的。因为疫情影响，民生物资一直起价，潭子农会为这学校加菜减少因的支出，嘛会使互后一代甲在地产业产生一寡感情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